么？这种退学啊？退列考了，不是跟我威啦。退学了。起立。敬礼。老师好。坐下。5、4、3、2。来，闭关，来，1、2、3。对啊，过来。对啊。好，看好。敲门。哈哈，来，下两个三角函数，当中下了料。进来，给你下个口，进来，乖乖。哦。喂。这是要安怎？袂使，我是班长，你得照顾因的安全才会使。哟。直接来的，直接我。好的。啊。好。你刚才上来干什么？我想说，怎么那么安静？来看一下。我要准备什么？预备。我们学校都是女校，全部都是女生。然后呢，有一次就是学姐她们不爽一个女生，然后就叫我们去打那个人，然后就打那个人打了1巴掌，然后我就超后悔的。赶快在这里跟他道歉。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当年的无知幼稚，我有同侪的压力。我没有很好的心理素质，所以我屈服了。我不是真的想要打你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不是真的太美了。好。你啊，坐在前面做家长席。哎，做家长席嘛，以前还不是2个人，你不是。对，一起在上面。这很重哎。对啊。哦。很重哎。这不是轻的。要做 mark 哦。中间刺到它腹部。它最后有一个可以从上面插下来，最后再看上下来。这里。那个在吗？有出来就好。来这里哦。小梁哥，自己脸，记得脸抬起来，看我这边哦。什么叫你的老脾气？哦。好古典的配乐。对的。是马上真的加起来就有300岁。这是30年前吧？是刚光复的时候的同学吧？是。